制为113人，那么是采取单一选区2票并立制哈。那陆陆续续会产生选区划分不公，而且票票不等值这些争议。为了使各直辖市跟县市选出的立法委员保持最接近的民意基础，选出的方式应该改采以各直辖市县的人口数直接分配他的选出之立法委员人数之后，取代现行以人口比例间接分配，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那这个提案呢，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在今天过后呢，就把它送到我们的立法院里面去哈。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如果按照修宪席次所选出来部分的话，它的比例分配会像我刚跟各位提的，目前我们的不分区的这个立委的席次是34席，好，那如果按照现在人口的变迁，没有考虑其他包括行政区位啦，或者是其他的县市合并等等这个参考因素的时候呢，不分区立委可能会降到28席，那这个多出来的6席的话，会平均分配到。如果是4舍5入的这个人口数的话，到每个县市去，我想呢，用这样的宪法的票票等值的精神，才能更代表直接民意。好，这是我们所提的这个修宪的部分。谢谢。没有哈。好，那感谢各位哦，今天出席记者会，谢谢各位，谢谢。要喊一下口号，要喊。一席都不能少，一席都不能减了，你们看上。好，票票等值，票票等值了，一席不减，票票等值。南北均衡。好，我们喊票票等值，南北均衡哈，来，要举口好了，票票等值，票票等值，南北均衡，南北均衡，票票等值，票票等值，南北均衡，南北均衡。